下你啦。頭先你哋提過咧，第一個服務就係非緊急嘅救護車服務啦。咁點樣界定何謂緊急同埋非緊急咧？Alan， 你講呢個問題就好合適啦，因為其實好多市民咧，佢都唔識得分咩叫做緊急同埋非緊急嘅。咁緊急嚟講，可能就大部分市民都會好容易理解，就係當有一啲突發緊急嘅情況，包括一啲心臟病發啊、腦中風啊、嚴重嘅創傷啊，咁同埋可能昏迷不醒人士等等呢啲，咁當然即時都係要打999，報警由消防嘅救護車盡快去現場去治理，送到去急症室。咁呢啲就係我哋嘅大家都容易理解嘅緊急服務。咁其實除此之外咧，所有非緊急嘅服務都包括晒頭先以上講嗰啲意外嘅情況，係啦。咁包括咧就係一啲病情已經穩定，佢可以合適出院，又或者係一啲海外需要出境或者入境嘅醫療護送，係啦，同埋頭先阿 Chris 有提過嘅大型呢個體育活動啊、項目啊呢啲嘅現場支援等等啦，呢啲都係歸類於非緊急嘅。Sylvia，真係我哋要好清楚乜嘢叫做非緊急、緊急，唔係咧唔好下下咧就打3條9。